遠離類固醇，清肺排毒素皮膚疾病一掃光。下，無論使沒使用過類固醇，身患異位性皮膚炎等皮膚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多流汗。一定要記住，如果不流汗，治療時間會加長。除效石，治療時間，這使用類固醇時間長短而定，以50年的臨床經驗為基礎。我在使用清肺食物治療肺部疾病的過程中發現，治療異位性皮膚炎需6個月左右。大約100名中，有60名，即60%的人，在此期間能排出所有毒素，得到根治。我稱他們為優等生，他們畢業後還有剩下的人，我稱他們為復讀生，把復讀生們聚在一起，分成4個班。幸運的是，一班的學生第2次就可以畢業了，但3班要第3次才能畢業，而4班都是中毒者班，他們的治療時間相當長。類固醇中毒者一般都有高血壓、糖尿病和骨質疏鬆症狀，治癒大約需要42個月以上。只有將長期以來層層堆積在骨頭裏的毒素清除乾淨，忍耐漫長的痛苦過程後才能畢業。被趕出奧運會的類固醇為何在醫療界被奉為英雄？最先認清類固醇真面目的就是奧林匹克 IOC 委員們，他們查清了類固醇的罪名，禁止運動員在奧運會比賽中使用類固醇。無論取得了什麼重要的金牌，如果查清使用了類固醇，就要收回金牌，選手的運動生涯也要畫上句號。奧運會是體育的盛會，所謂體育就是讓健康人更健康。那麼醫療是什麼？對患者進行治療，讓他們恢復健康，都一樣是為了健康。為什麼在奧運會上被禁用的類固醇，在醫療界卻被奉為英雄呢？要認識並驅除這個惡毒的家伙。我在這裏高聲疾呼，遠離類固醇，多出汗，清好肺。金燦燦的畢業證就是你的。一般提到流汗，人們就會說，運動一下不就可以了嗎？單靠運動很難讓體內深處的汗流出來。一般運動流汗是從頭部開始，接着運動，上身會出汗。但我們希望的是下肢出汗，從膝蓋到腳背的這條線就叫迎面骨。只有腿部的迎面骨部分流出了汗，才意味着下肢的汗孔打開了。要想讓迎面骨部分流汗，光靠運動是很難的。最好是到汗蒸浴或桑拿浴去，如果條件不允許，半身浴也可以。異位性皮膚炎患者中沒有大量使用類固醇的，只要明智地忍耐3個月，第4個月就會見效。第5、6個月多多流汗，到了第6個月月末，就會拿到閃閃發光的畢業證。即使不能和大家一起畢業，也不要失望。只要排盡體內的毒素，多忍耐，最終也能拿到比什麼都珍貴的畢業證。以前是除了類固醇就無藥可用了，但我通過根治4萬多名患者，找到了治療的方法，這就是清肺。把肺清理乾淨，肺活量增加，肺功能強大起來的話，那麼我們的身體就會自然產生優質的類固醇，把體內的毒素和廢物清除乾淨，好皮膚就會誕生。讓假貨遠離我們，傳統醫學現奇蹟，祖孫3代同受益。我是來自台灣高雄的吳先生，在此分享全家人受益於扁康丸的經歷。父母都是95歲高齡的老人家，兄弟姐妹7人，只有我一個男孩。每次父母生病住院，兄弟姐妹輪班護理，我是責無旁貸的天天值夜班，幾乎每2、3個月就會有一次住院護理，每次差不多要1個星期或者10天。父親身高165公分，體重50公斤，患有高血壓，50多歲時得過肺結核，非常容易感冒。在70多歲時肺結核再次復發，同時有癲癇、阿茲海默症。癲癇病每年發作1、2次，頭頂癢、紅腫，經常咳嗽、有痰，有時會咳血，肺功能不好，血壓升高，腎功能低下，還有支氣管炎症，常感冒發燒、肺炎，沒有精神，容易生病，需要經常住院。後來出現哮喘，服用西藥也沒有什麼效果。從2018年6月父親開始服用扁康丸，經過1年半的治療，
他分享說，自從服用扁康丸沒再住院治療，不再感冒，精神很好，體重增加到53公斤，頭皮不再紅腫發癢，很多西藥都不吃了，腎功能也恢復到正常。母親由於2013年跌倒骨折，手術後感染肺結核，同年還患上了胃潰瘍、皮膚結節性紅斑，經常發燒。服用西藥8個月之後，出現肺功能衰退、呼吸困難，導致支氣管擴張，健康狀況明顯下降，還有合心症、心絞痛、腎功能低下，常年帶助聽器，伴有中耳炎會流水。自從跌倒後不能多走路，每天靠氧氣機呼吸，同時患有阿茲海默症。母親從2018年7月開始服用扁康丸，她說服用扁康丸以後很少感冒、發燒，即使偶爾發燒也會很快就好了，皮膚不癢了，生活可以自理，也不需要氧氣機，可以自己正常呼吸了，身體狀況比較平穩，可以正常在家生活了。姐姐看到父母服用扁康丸的效果這麼好，也開始給外甥服用。外甥從高中畢業開始經常感冒、鼻炎、頭痛到全身無力，沒辦法正常生活工作，3天2頭必須要看醫生，好像每天都在吃藥。由於長期服用西藥，他身體虛弱肥胖，165公分的身高，體重卻達到86公斤。夏天不能吹冷風，穿短袖，做運動，抑鬱，氣色不好，整天無精打采。外甥在服用1瓶扁康丸之後，他感覺好很多，即使感冒也可以撐得住，不需要看醫生了。服用2瓶後基本不感冒了，也不怕冷了，可以穿短袖做運動了，體重也開始下降。服用第3瓶後再沒出現感冒，頭也不痛了，鼻炎好了，體重由86公斤降到68公斤。父母身體健康了，氣色好了，外甥也變得精神開朗了，對生活充滿了信心。非常感謝扁康丸。徐孝石院長簡介。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5臟6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扁鵲鳥願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、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，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，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892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，日本81-120-011-826，網站 www.pyeongchang.us， 郵箱 pyeongch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yeongch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 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chang,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 6 Floor, New York NY 10001。